歡迎收睇 Angie 漂泊到 UK。無論依家睇緊呢條片嘅你係喺香港，抑或係海外，你哋知唔知其實香港真係一個好方便嘅地方？至少我自己認為係。相信你哋撳得入嚟睇呢條影片，都係想睇到英國真實嘅一面。屈指一算，我嚟到英國已經超過4年，喺好多身邊嘅人都討論緊幾時儲夠5年可以申請 settlement 嘅時候，我就更加想討論我呢段時間喺英國所發生唔愉快嘅經歷。呢條影片嘅片段係我今年喺暑假香港拍嘅，希望大家唔會因為我嘅經歷影響咗你哋對英國生活嘅睇法，因為始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分享，亦都希望呢啲香港近況嘅片段可以令到大家諗起更多美麗新香港。如果大家係第一次睇我嘅 channel， 歡迎你 subscribe， 亦都請大家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支持下影片製作。頭先咧就講到話發生咗一啲事啦，咁其實就關於我自己嘅健康問題，唔係乜嘢大問題，咁但係咧嗰一個情況咧，身體嘅情況咧，都其實困擾咗我有幾個月時間。咁開頭咧，因為佢始終係斷斷續續有呢一個問題啦，咁我就諗住用時間去解決，即係唔理佢啦。一日有陣時會好啲，有陣時會唔好啲。呢集咧其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英國嘅醫療系統。英國嘅醫療系統咧，咁叫 NHS 啦，大家都聽過 NHS 嘅使用情況咧，其實係使用率好高嘅。其實咧就唔係你想象中咁方便。即係如果以香港人嘅諗法咧，覺得一個先進嘅國家應該咧就係上網可以係有啲嘅 booking 啊，可以 book 到啲 appointment 就睇醫生啊，或者打個電話去就可以。咁我住呢一區咧，就係一啲叫做好多香港人啊，或者好多新移民嚟到嘅區域啦，加埋本地人都唔係少嘅。變相就係要 book 睇醫生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困難。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識得有啲朋友咧，佢哋住一啲比較唔係大城市嘅地方，可能偏遠少少咧，佢哋真係可以 book 到睇 NHS 醫生，就唔需要點等，佢可能 book 到即日啊，或者即日嘅下晝啊，咁都可以。咁但係坦白咁講，我嚟咗呢度4年幾咧，我冇一次係成功 book 到 NHS 嘅醫生。咁我嘅體驗係點咧？曾經試過係 walk in 去到我屋企附近嘅診所，咁嗰度咧就開8點鐘，我就7點9咧就去到排隊啦。咁排隊睇醫生，其實就前面已經有3個老人家咧喺度排緊隊噶。咁8點鐘準時開門，咁啊第一個老人家咁啊走入去登記成功嘅，第二個都成功，好啦。我就排第4個，去到第3個嘅時候咧，嗰個職員就話：哎呀，個系統死咗，佢 book 唔到。而佢就話啦，佢入嘅系統咧就係我哋上網入嘅系統咧，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即係話佢 book 唔到嘅時候，我哋都唔會 book 得到。同嗰個老人家講話，今日 book 唔到啦咁樣，個老人家都好失望。其實係本地人嚟，咁去到我哋第4個啊嘛，咁我哋就嘗試咧。用香港人嘅做法啦，不如我留個電話，如果陣間開翻嘅時候咧，你可以 call 翻我哋，咁我哋再 book 啦咁樣，咁都留咗電話俾佢，咁結果係點咧？佢打到嚟都係話冇位嘅，咁樣佢都冇辦法。我哋都睇到其實唔係佢唔想幫我哋做，而係真係個 booking system 太過差咯，我自己覺得，咁我 book 唔到啦。因為如是者，我就等咗幾個月，一路個病情反反覆覆咁樣，咁所以都唔係咩大問題。上個月嘅時候咧，咁就自己試下上網揾下一啲私家嘅醫生啦，私家診所，咁咧就揾到伯明翰，大概係市中心位置啦，有一個診所咧
上網睇個 review 咧，其實都唔錯嘅，即係個分數都幾高。咁又話啲醫生啊好細心啊咁樣。咁於是就打去試下 book 啦。嗱，咁呢個一定冇問題嘅，因為你 book 私家醫生，即係好多香港人就會話錢解決到嘅就唔係問題。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最緊要乜嘢？最緊要唔好要我等，或者唔好要我有一啲未知嘅情況，係咪？如果錢解決到嘅，咁咪做咯，即係一次半次，係咪？咁好啦，咁啊 book 咗，其實即日咧就可以去睇。咁去到嘅時候咧，就發覺個診所咧，其實真係好靚。嗱，嘗試我上網揾嗰個診所啲相俾大家望一望啊，大家覺得點樣？咁喺度等候嘅時候咧，佢就有部咖啡機啊，有啲嘢食啊咁樣，哇！真係咧好似酒店咁樣。咁啊入去見醫生啦，咁醫生都好仔細嘅，根據我嘅情況咧，就會做一啲嘅測試啊咁樣，跟住咧就佢有個結論啦咁樣。跟住佢就問咗一個好奇怪嘅問題：你介唔介意俾25磅咧？就係 for 個 prescription。prescription 咧，我哋個認知咧其實係藥物啊嘛。咁其實我覺得好合理啊。我哋都知道喺英國睇醫生同埋買藥咧，其實係分開兩個費用嚟嘅。我哋都好清楚。咁佢話俾25磅，咁我覺得係冇問題啊。咁我哋話可以啊，冇問題啊。跟住咧，我哋仲跟手問咗醫生一個問題，我哋就話係咪俾咗25磅就已經係唔需要再俾其他費用就可以攞到藥咧？佢話係啊，咁樣問咗一兩次。我哋去到 reception 嗰度俾錢埋單嘅時候咧，我哋就俾咗25磅啦，加埋睇醫生費用咧係95磅。雖然咧聽落去好似好貴，我自己都覺得好貴嚇，但係俾到嘅服務，佢俾到嘅安心，我覺得係OK 嘅，唔緊要嘅，照俾啦嚇。但係其實我又覺得佢唔係一個專科嚟嘅，只不過佢係唔需要排隊咧睇 NHS。好啦，咁攞藥點樣攞咧？同香港睇醫生好唔同。香港睇醫生可能你去地鐵站嗰啲咧，俾300-400蚊就已經係包晒睇醫生攞埋藥，即時走得。喺英國咧攞係喺藥房攞嘅。咁咩藥房可以攞咧？其實坦白講係好方便嘅。每一個區域咧，大型連鎖，譬如 Boots 啊、咩 Lloyds 啊嗰啲都可以攞藥啦。甚至乎咧，如果你見到佢係寫住 pharmacy 嗰啲咧，其實全部都可以攞藥嘅。呢個私家診所咧，睇完醫生之後咧，佢就會 email 俾我啦。然之後咧 ，email 裡面就有一個 code，就係 for 攞藥嘅。咁我就拎住呢個 code咧，就去到藥房嗰度攞藥啦。問題就開始發生啦。咁當我去到藥房攞藥嘅時候咧，佢就當然要對我嘅個人資料啦。咁佢首先問全名啊、生日日期啊嗰啲咁嘅嘢。咁去到生日日期嘅時候咧，佢揾嚟揾去咧都揾唔到，係唔 match 同個 record 唔 match，因為嗰個 code 咧其實就已經包含咗我嘅全名啦同埋生日日期。咁佢揾唔到，咁佢就試咗幾次，佢又大膽假設，佢就話有啲情況咧，可能咧就係診所嗰度入你個出生年份咧係唔啱嚇，咁咧就建議我咧就打翻電話去私家診所嗰度，就叫佢哋改翻一個正確嘅生日日期。咁好啦，去到呢度咧，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困擾，有啲騷擾啊，因為咧即係錢就俾咗出去，同埋唔係細啊嘛數目。咁我一心諗住，應該你收我5星級嘅價錢，應該有5星級嘅服務。但係點解入生日日期都會入錯？不過咧，自己又安慰自己啦，即係依家喺英國，咁本身呢度啲人對英文字、對數目字其實都唔係話好敏感，經常都入錯嘅。即係聽阿女咧學校分享咧，啲老師教數學咧係背乘數表都會背錯，88就唔係64，88可能係62咁樣嘅，真係好神奇嘅。教數學喎嚇，咁你喺診所可能醫生佢係讀得書多啫，唔代表佢入資料會入得啱㗎嘛，係咪？咁唔緊要啦，咁啊打翻去
叫佢改翻，效率好快喎，因為私家診所你打電話去即刻有人聽，咁佢即刻改咗嗰個生日日期，咁啊即時就對資料 OK 冇問題，跟住咧就用咗一啲時間去執藥啦，執完藥諗住攞藥走之際，跟住個店員就同我講話，我未俾錢，我咧就同佢講，唔係喎，我俾咗25磅俾個私家診所咧，可以攞藥走，佢話我唔需要再俾任何 extra 嘅錢噶咯喎，咁跟住咧佢都堅持話我未俾錢啦，於是咧我就打返電話去私家診所，就俾私家診所咧同埋藥房咧直接對話啦，因為佢哋同聲同氣啊嘛，係咪？咁佢哋對話之後咧，得出個結論咧，仍然咧藥房都係叫我要俾錢嘅。咁而診所嗰度同我解釋咧，就係話因為我嘅藥係貴啲，所以咧我就要俾翻藥費。咁當下咧，其實真係個體驗唔係好滿意啦，即時就打翻去俾醫生，直接同醫生對話啦。咁醫生咧佢承認喎，佢承認佢錯誤，因為佢話佢冇解釋得清楚25磅係啲乜嘢嚟。好啦，原來25磅咧係醫生寫藥單嘅價錢，你冇聽錯，係寫一張紙要俾25磅。所以我成日都同阿女講，你努力讀書，寫張紙就有25磅，唔使做得咁辛苦㗎啦。醫生咧就應承退翻25磅俾我哋，咁佢就話當初我用乜嘢信用卡俾錢嘅，就叫我俾翻信用卡嘅資料佢，然之後3到5日咧，佢就會退翻25磅去我信用卡戶口。當陣時我聽咗就算㗎啦，我唔會太認真，真係3到5日會收到錢。只不過咧，我嘅做法係一路 keep 住 monitor 住個戶口嘅情況，去到第5日，結果真係冇收到錢。咁我唔覺得好意外嘅。於是咧，我就做咗本地人嘅一啲嘅有效嘅方法啦。我自己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喺 Google Map 啦，揾翻個診所嘅位置，然之後留個 review，講翻我今次嘅體驗。第二樣嘢咧就係聯絡信用卡公司做一個 dispute， 就講翻呢一個交易咧係有啲地方我係唔滿意，要求信用卡公司介入，同商戶直接聯繫。第三樣嘢咧，我就係send 咗 email 去呢間私家診所，講翻話我未收到25磅啦。神奇事咧就發生啦，喺1日之內咧，診所就喺 Google Map 個 review 嗰度咧就覆翻話退翻25磅俾我。因為咧佢見到我留呢個 review 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好驚會影響到佢哋嘅聲譽。喺1日之內我就喺戶口見到嗰筆錢啦。我又想請大家咧，即係如果你喺英國係曾經睇過私家醫生，有任何愉快或者不愉快嘅經歷咧，都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大家分享一下，係咪每一次睇私家醫生咧，都係要俾一個額外嘅費用去寫藥單咧？第二樣嘢我想講咧，就係喺英國嘅工作嘅體驗啦。咁咧，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哋嘅 channel 咧，咁都知道我咧其實係一個兼職嘅派貨員，即係速遞員啦。咁我呢間公司咧計算人工嘅方法咧，件貨去計嘅，就跟翻嗰件貨嘅重量啊、大小啊，咁就釐定嗰個費用啦。譬如如果大件又重嘅貨咧，就係1磅一件啦。咁如果係啲好細嘅貨，譬如話可以攝到入去 letterbox 嗰啲咧，就平啲啦，可能40幾、50幾 p 一件啦。我之前咧曾經有一段長嘅時間咧，就係做死一個地方嘅一個區域嘅。咁每個區域咧，其實佢都 assign 一個 number 俾佢，派完之後咧就會知道每一件咧嗰個區域咧係俾幾多錢我。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公司突然間咧，佢就將個區域嘅 number 咧就轉咗。其實我做嘅嘢咧係一模一樣，但係轉咗 number 之後咧，
嗰啲件每一件嘅價錢咧就更改咗啦。當然我講得嘅就係向下嘅更改啦。咁我其實真係着咗，因為咧英國大家都知道每一年咧佢嘅最低工資咧都係會調整個數目嘅，每一次都會加噶嘛。咁但係咧我呢間公司計算人工嘅方法咧係每一件咁樣，其實成功避開咗最低工資嘅要求。我嘅人工咧冇升到，反而係減咗。咁呢個咧就係英國嘅玩法，尤其是我呢一個行業。如果大家咧有做開啲咩 courier 公司，係覺得好做嘅，係揾到錢嘅，係會加人工嘅，歡迎你都留言話俾我聽，等我考慮下可以轉啦。繼續分享翻派貨嘅情況啦。喺英國嘅日常錯得嘅都可以係錯嘅，例如咧就係我派貨嗰件嗰個 parcel type。頭先我講到話 heavy 就1磅啦，有啲情況咧我拎起上手嗰件咧係好重，係明顯超過10 kg， 因為我哋咧10 kg 就當係 heavy， 明顯超過噶啦。同埋嗰件貨上面嘅 label 都寫住咧，佢嘅重量係超過10 kg。以前咧我係唔會理嘅，因為我會覺得喺一個咁先進發達嘅國家，呢啲咁簡單嘅嘢應該係正確嘅。但係有一次我就發現，佢嗰件係 set 咗係一個叫 small parcel。small parcel 咧其實係講緊40零 P、50零 P 咁上下價錢嘅啫。即係話，如果嗰件貨我冇去仔細睇咧，其實我係俾佢可以用個字嚟呃咗50 P 咯。當然啦，其實公司咧佢自己有一個 system 咧，我可以 lock 翻呢一件貨係錯，然之後咧佢經調查之後咧就俾翻錢我。咁但係咧呢個就係麻煩嘅位置啦。所有嘢咧要我自己去 monitor。如果我冇留意得到佢係錯，而又冇出聲咧，其實咧係冇人知道我係收少咗錢嘅。工作除咗係派件之外咧，仲要自己咧仔細每一件睇得好清楚，佢有冇 set 錯個 parcel rate。咁呢個咧就係英國做嘢嘅日常。點解成日都話香港人好有效率咧？因為大部分香港人做嘢都好認真嘅時候咧，其實呢啲 A 級嘅錯誤咧係唔會發生嘅。但係嚟到英國咧就真係調翻轉，你諗到可以錯嘅，佢都係錯。喺英國生活，我自己覺得咧最緊要係遇到有問題嘅時候就要出聲。呢度咧好興係要出聲嘅。如果唔出聲咧，就當你係默認咗，你係默默地接受。